他是白头，这阵子会在我们这边学做兵，请大家多多教他喽。请多关照。老班长，哇，生意那么好，老板请。以后我们4个加盟店也会跟他这里一样，生意强滚呢。听阮大天帮来讲咱公司本册就提我。哈？去加盟金咩？就他讲到迄加盟金嘛，一扎加盟主300，总他1600万，也就会提款单。水母不聽那昂昂，做擺緊唔地放揚，從多個聽那昂昂，要企到上做貓王，個落去未變難養，上個冇去關於上，成功嘅夢，為這樣開始投降。前頭那昂昂，前所在內去跳空，直到只跳那昂昂，我出現難度形容，個落去人變昂昂，將到你成成功嘅。阿強啊！啊，嗰條本應調嘅東西，對人哋本店有乜樣用啊？然後上邊嘅檔案還有發展計劃info嘅資料都本調做嘅，萬一唔啲損失有其他嘅。你天天給他拍條去哪啦？啊，唔寬啦！啊，有東西本應調，驚到我都冇來啊！我都冇見到路咪唔係乜嘅好東西。重點係硬學，專硬都比來學技術。阿爸，罗哥，李芬姐，店里来的4个人大吼大叫，说我们店骗钱啊！我嚟咯，啊，一定嚟，喂，快啲開啊！老板呢？出来！老板，出来！不要闹了好吗？我们老板来了。我是老板，什么事吗？你是老板哦。哎，你是老板。那个姓丁的呢？那个有胡子的年轻人呢？老丁跟白头，你们认识白头啊？棋子认识啊，我们还签约汇款呢，交出来！不要在这里装的没事，骗人！喂，什么骗？我们老实人不会骗人的啊！你是谁啊？我是谁啊？哈，说起来吓你一跳，我跟你讲啊，我就是这家冰店的老板的爸爸，哈哈！你刚刚讲到那个什么年轻人，那个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啊！把钱还给我！哎呦，是这样啊！你要干嘛？我啊！干嘛？你们不要冲动，有话慢慢说嘛。把合约拿出来我看看。这跟你们签约的是老丁跟白头，我们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开放过加盟。哎，你说什么？那个有胡子的年轻人明明就在这边工作，我就是在这边跟他签约的。他只是来我们店里学技术的。如果你不相信，我马上可以拿出营利事业登记证跟大小章。你们跟他签约的时候有检查过这些东西吗？你们自己的疏失，谁知道你们这个狗屁老板是不是跟他串通了？你还骗人的黑店啊你！我觉得先不要冲动，我们大家应该静下来，好好想想后续怎么解决。事情都闹那么大了，你们这样也闹不出结果啊！
啊，对，哎，找个地方谈，这个还要做生意呢，哎，拜托了啊！那有路有牙大，根本就迄无用嘅人诶。小下讲到迄假问金嘛，伊只假问主300，总下迄1200万，也就迄费款单啊。放心啦，俺妹唔会按切情，以后咧，你够马戏啊，老亲啊，俺一定啊会拨你一碗饭吃的。风光了一辈子，竟然栽在白头的手里。阿妹，蒙熊按斗啦。小罗已经请律师了，事情不会像你想那么糟啦。真惨哦，冻惨哦！罗电通拍头，因两三头做资料同送票，妈唔着哪一组嘛嘅，也请到钱多年了，唉，眼唔好啊！袂啦，袂，唔好安尼想啦。拄迄拍着老电锅，其实都唔好啦，唔免啦。眼唔好，我都唔應該相信係用神講嘅話，眼唔錯啦，當初我都唔願意，愛個老人兩三天數講法。也會壓出很多事情來。冇埋，幾位啦？家離婚唔係用講過嘅，冇上岸島，那你上岸島做嘛呢？做唔錯一點嘅事情，點好比做安尼咯？上看下啦，唔看捱做嘅，我啲後生都也做唔錯安度事情，我咩強樣，照樣啉，照樣食，照樣學，咩想法都有啊，好冇？唉，呢個是常識嚟算一下，唔看啦。20年前有嘛，我同人家去高利貸，發現人哋先做很滿意，才辦上嚟退白，也算一件事情。後來辦上嚟退白，我同人哋做生意，當然訂酒家訂到欠人按多錢，也算另一件事情。還有啲嗰個老神有嘛，講係咩欠佢1多萬又1多萬，按無賴捱，這算3件事情啦。我當時做唔做按度事情，可能欠到要死。當初冇欠死呀，也做唔做一件事情，也做天公哦，做得考驗啦，本感受一下，我做唔做嗰種感覺，阿爸。这本来做戲啊！你假使講我比做唔錯事情哦，娘妹啊，還做咧做唔錯失敗你失敗啊，咩比唔到嚟？阿爸，
上，结果你还是绕朋友来。绝对不是这样。这2位都是我从小到大一起的好朋友。这位是农委会的技正，这位是银行行员，他们都是来帮忙的。哼！大家都是这次事情的受害者。你放屁！你是哪门子受害者啊？我的损失在老丁跟白头有下一步动作之前是无法估计的。是哦，我看你店还开得好好的啊，1毛钱也没少赚嘛。好，不要扯这么多了。我们来之前都已经商量好了，我们付过钱了，大家各退一步。我也不计较加盟金了，可是呢，你要让我们加盟。对不起，我不能开放加盟。一句不开放加盟就行了吗？还说有诚意嘞。那是因为我们冰点的产品全部是手工制造，并不是自动化生产，不适合做加盟。话都是你在说的，那你现在打算怎么样？反正我就是打算要做这个生意，你同意，我就不告你诈欺。你们告不到我的，这件事情你们自己有疏失，而且我已经说过了，我们的冰品不适合做加盟。那你现在要怎么样？我可以赔偿你们所有损失的。你们要想清楚，这件事情要打官司，你们是没有把握赢的。我知道被骗的是你们，可是骗你们的不是小罗。他现在愿意提出赔偿，就表示他希望这件事情能跟你们善良。你们没有损失，小罗也可以专心去找白头跟老丁这2个真正的诈欺犯。到时候你们也必须出来指认。这是支票，每张300万。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可以签下协议书，收下支票。这个支票会兑现吗？我们银行接受了冰点的资产抵押贷款，请看清楚，这是我们银行的支票，绝对不是私人的。妈，我弟以为不爱看戏的，你大了啦，我有钱哦，你输的啦，我不能跑地多的。谢谢你们陪着我一起走。中共人先成功给我。好怪在，一下银行负担得起，一下我做我们的人员工，失去一占便宜的。不过，我真心佩服你有胆做这种决定。你还都存差不多拍头，留定果咧。不过，老丁嘅判事处无诶，叫福卡人也讲佢无转过福卡，今日撇尾好希望。阿定哥虽然喺附沙飛嘅泰國，不過佢嘅想法哦，其實唔負責。佢一下冇朋友，咩唔會去酒店，最時常鄉下嘅應該就去拍頭。唔過拍頭咩唔驚踢啦？喂？什麼？媽不見了？
哪里呀？附近公园呢？好，欢迎光临，你们3位吗？3位可以看一下，要不要试试看我们里面最人气的芒果冰？有吃过吗？没有。没有。好，那就3位小姐都一样。好，那就3个芒果冰。我好心啊！来，这几把嘛？啊？嗯。你我暗忙当来咯啊！我哋要不启动救的了。你我点解要来啊？阮啲小忙我唔知哦，我落档的了啊！不用怕呀，啲事情啦。那有嘛嘅啊？我都会总来看下身啊，唔放心嘛？可以有认真做事么？唔放心啦，一到生意了就不同认真。也也太耶，对冇？第七个恁做嘛事情呢？啊，按两路呀，好好享福。哎，阿哥，俺好后生人，哦，可以嘛个？喝下午茶，喝咖啡，聊是非，哦，对吧？哎呀，这里啉咖啡啦，哦。唔会啦，我去唔只家去啦，唔要喝咖啡。我去前面路店的算是，唔好听到我哦。你的婚姻感情推什么个事咯哈？那个拜托的啦。哎呀，唔是讲爱啦。阿强啊，廿妹哦，我妈去请个老丁算事啦，你家你叫到来啊，家阿妹，你叫到来啊，哦。阿妹，你有买冇？唔可能啦，这碗夹跌到嘞，痛唔痛啦？强，阿妹对不起你啊，跟拍条路点也骗走了，你还要勇敢些啦。阿妹啊，一件事情就唔係唔嘅唔錯嘛。嚟啊，紅月，嚟。妹啊，你唔好再一直怪自家嘅啦。有件事情哦，就去路頂，然後拍條片嘅嘛。你咩嗌我？日日唔會有機會騙我啊！迄講哦，當初我冇聽聽結咗婚哦，咩唔會有根本嘅事情發生嘅啦。佢係行死啊，唔知條天啊！我都是他按多些按落誒，太戇啊！阿妹啊，你唔可以就再罵自家戇咧啦。你還記得冇？當初吼，迄年開店扣拍條，捱張做得離開斧頭嘅呢。從細到大吼，來做唔做按多事情，你都千年我係行真。每拜風雨歌，蒼茫。我係人咩？係有個經驗嘛。講真件嘅啦，你對每一件事情哦，要求都按夠啊。中央嘅賴哦，其實哦咩輕貼。有時哦，你做唔做一條細事情，也咩輕真爽啊，咩懂真事啊，係冇？一個那些小事情啊，一個事情哦，佢他講付出太多誒。阿妹，唔是少啦，一件事情哦，一下捱到很耐好啦。阿妹啊，唔少人嚟走掉，阿爸係目見見看定嘅，捱到來轉。唔好本佢老人家哦煩惱啦，佢好千擔心，佢本係媽呢。行啦，嚟咗嚟轉啦，好冇？嚟轉啦。
在芒果推广方面，最近热门的芒果冰就是最好的例子。冰点的老板把芒果做成雪酪，结果大受欢迎。一盘盘的芒果冰就把台湾的芒果推上国际舞台了。这么说，他大张旗鼓要开菲律宾分店，也会使用台湾的芒果喽？菲律宾分店？你就是冰点的老板娘吧？请问现在媒体都在报道冰点仿冒的事情，你们自己怎么看呢？来说一下啊！进行国际诉讼吗？罗先生，可不可以针对仿冒的事情发表一下意见啊？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这个 logo 的？菲律宾冰点提出是你们仿冒，你们之间打算进行国际诉讼吗？不好意思，这些问题过2天我都会召开记者会，一一回答。哎，既然你人来了，就随便说2句嘛。那请你说明一下。阿梅，阿梅，你不要吓我！阿梅，阿梅，哎，市长。请稍等一下。你不会有事吧？放心，妈不会有事的。她身体一向很好，一定不会有事的。医生，请问一下，我妈怎么样了？别担心，你母亲是因为血糖太低，又情绪激动，肾上腺素一下子分泌过多，所以晕倒了。啊，没事就好。阿妹，你有吃到好掉吗？有啦，有好多呀。阿妹啊，先生讲吼，血糖太大啦，我食较多条东西。我身体一向真好，唔是瘦啦。都网络去咧，韩国牧师，吓死我哦！我转去吼吃一碗猪肝汤，都好呀。再唔拉咧，我个人不一下。你问他，你说要不要皮阿梅啊？给阿姨那药的。好。小姐，我是757号。谢谢。OK 啊。谢谢你们分享冲动的声，心动给我。你乜嘅偏咯，定哥？唉，胃溃疡啊，老毛病。白头。唔送嘅應該輕捱吧？我阿媽哦，因為一件事情，她都幫嘅。定哥啊，你一開始就要偏捱的，係當天嘅吼，你做乜該一頭捱咪該會下數呢？谁叫我上次找你的时候，你不给我机会？哈，個呀咧，拍條臉都偏啊！還見這樣嘅假門見係冇？我也沒料到你會把焦夢君也還掉。當然咯，捱車隊哦，唔可以用捱嘅招牌哦，非得唔輸啊！你現在好了，一門正當的生意，輕輕鬆鬆，你的運氣就是這麼好。定哥，做乜解唔總係愛吃到別人嘅成功嘅運氣呢？唉，路邊好吃的冰這麼多，為什麼偏偏就是你的芒果冰大賣？這不是運氣好是什麼？實在呢啦，唔講嘢哦，我哋要乜嘅嚴肅，見起哦，我哋都冇上講你啦，尤其係藝美，佢哦，你再過去前期哦，唔講而係滿口期，我都唔會變講啦。你現在是怎樣？威脅我啊？你翅膀硬了？蛋糕，
唔顶爱讲发酸发嘅啦。要留钱哦，唔留电用啦。再见。妈的，你当我是乞丐啊？准备好了吗？我跟阿潘讨论很多次，与其跟白头隔海叫嚣，不如做一次公开说明。阿潘有官方身份，大家会相信我。阿辉，待会我跟记者做说明的时候，如果有客人问，我就照实讲，尽量不要影响到客人就好。谢谢你们今天专程跑这一趟。关于有人说我们的芒果冰与商标是剽窃的事情，我在这里做公开的说明。第一盘芒果冰，那吓死人啊！免哦，啊无送得起到遐出贵样的，我想要看阿强的记者会啊。我们在冰点所看到，哎，那薄饼啊，引到去当游戏啦，来，啊，来，这都做啥？哎，这，哎，么好看呢？哎，你我讲唔可以谈哦啊！冰点所制作的冰笔，在每一个步骤上都有严格的要求，去做到卫生消毒。会阿强开嘛个记者会啊！现在就请农委会的记者潘先生来为我们今天的说明会做公证。我是农委会的记者潘世豪，我今天会在这里出现。那个口重。哎，出妹。另外也想借着这个记者会，安妞结婚有牺牲年。有哦。有哦。牺牲人年的，大摆阵伫忙伫念，哎，照顾嘛。呀，手边都来咧念照顾，嘿嘿，安尼个无嘛关系了啊！啊，这好好啦。不太上意识，让人汤毛。讲啦，唔通来讲哦，你也是夹好起来哦啊！唔敢遐看阿强在电视当中同记者讲到也好啊。也做你遐只阿妹哦搞出来的，所以遐只阿妹啊已经算天命了哦啊！所以啊，你早啲用讲嘛，跟做唔错事情开记哦，那说哄我啊，我哄唔骂你啦，阿强，你是建议着夹着深度楼顶，迄讲其愿意作证证明。拍条对其嘅同意之下，到边点学技术抽双标档案，抽出来7集证明拍条早起那种官司，人哋就想听呢。之前有一个丁先生，好像是胃溃疡吧，他在这边挂过号。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他的医院资料？把黑用版啊！伊讲，爱想嘛个办法，把阿妹翻起来。唉，阿妹也很多年了，身体是有较好点的。啊，但是想到迄死拍条的事情哦，其实心情都差出哀过。哎，阿勇。唔较要想办法，
问上的办法了，不让们翻译一下呢吼啊。罗先生，哎，没你早在哪？事情啦。这样走，这样走。不是按卡去啦。哎，头下哦，又接到一张公文哦，那条我来做芒果冰嘉年华，也是想哦，可能那条愿意也无愿意，咱安尼个社区结合，向下来办个活动好无？好啊，当然好啊。但本来吼，只有一只想法。芒果嘉年华的嘛。赞。哎，阿强啊，安尼同个嘉年华结合的话哦，团爷妈妈派咧生日，安尼冲起啊咧啊！嘿。阿爸，重去唔会哪啥意思啦？哎呀，爱讲黑就黑啦，爱老当的呢。好啦好啦。阿强吼，最近拢请慢慢转来，官司大家无损失嘿没？没有啦，国际诉讼本来就要时间比较久啊，但我们人证物证都有，那个坏蛋赢不了我们的。离婚。最近吼，俺人间无爽快啊，啊无卡老点伫尾事情，阮爱无限啊。你看，无限那边按车话，俺无笑，嘿唔笑嘞。阿妹，你是茶饭压着事，阿强处理都懂好啊，哎根本无天数嘛该。因为咧退休钱哦，加了人老家，无过伊咧互伊咧，你看伊迄种事，无限都吼，要人来欠用厝的哦。我当年都过都懂好啊，阿妹，这辈子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能够嫁给小罗。还有和你跟爸生活在一起。虽然我妈咪对我也很好，可是就是比较强势，看到我就会念。和你一起生活，我就多了一个温柔的妈妈，好幸福哦。当真啊，阿强吼做咧拖动，当真向人老家的福气啊。嘿，俺爱有福气，长到的嫁到老家，做娘的辛苦啊。Well, you can do anything but take me over my blue suede shoe. Well, you can knock me down, step in my face, slander my name all over the place. Well, do anything that you wanna do. But honey, lay on the ocean, step on my blue suede shoe. Well, you can do anything but take me over my blue suede shoes. Let's go, cat. 芒果嘉年华，只计划准备嘅歌唱组，国际诉讼咩含的技术，这样事我全唔知，乃万奈嘅都前唔到嘅路地，已经将风中残烛，决定爱做最后嘅反击。
地方赏夫，我按救的，唔伫迄用板啦。靠，又要用个见人啊！呀，免你想嘅咩？哎，你还讲老乖哦，在这条路吼，嘿，你今天会死的呢。你们3个到底换好了没啊？主持人都要来了。哎，先讲吼，唔准笑哦。朋友们可以顺便，男的可以训练冬天。哎，来，头点钟面对黑脚不错，身旁多重点。老乖，老乖，老乖。来，好，hello，来。喂，你笑么个？轻点声音。偷，静等些。老怪啊，我只能说还好阿潘跟小罗都结婚了。你们个意思啊？因为啊，真的没有任何一个女人看到你们这个样子，还会愿意跟你交往。强啊，都係你啦！小公啊，無想10年中條啦。哎呦，老乖，要唔單槍吼，迄條男模跟問題。我哥，怎麼了，阿輝？店里有人在鬧事。什麼？電狗？点哥，你要做嘛干？点哥，你们快去叫救护车。阿辉，进去安抚一下客人。好。点哥，不好意思，点哥，先回到座位好吗？我们待会儿各位再上去的，不好意思，请大家。医生，请问一下，他病得严不严重？你是他家人吗？我不是。那赶快联络他家人来医院，他情况不能再拖了。请问一下，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呢？我只能说，他本人应该早就知道自己没有时间了，但是他不愿意住院，又不愿意化疗。化疗？那么就是，请你尽快联系他的家人吧。我知道了。电工了吃阿梅，之前阿梅要做乜嘅？他想派人手来我们店里学技术，他说要到乡下开店，金盆洗手了。谁叫我上次找你的时候，你不给我机会？我也没料到你会把焦梦金也还掉。卢先生，这个人刚刚在你店里泼盐酸，违反公共安全罪。现在你店里的员工跟顾客都愿意指认，麻烦你做一下笔录。卢先生，公共安全罪是公诉罪，就说你现在不指认，还是要上法院说明啊。罗先生，不好意思，我没有看见泼酸的人是谁。你考虑清楚吧。
强，阮自细。唔是安尼讲啦，唔放心啦，若某下伊去生办哦，我要照顾啊。没想到，俺一生命唯一做错的事情，就是当初不愿意离开舞团。莫安尼讲的啦，你照顾好身体啦。俺记吃一步，你请来，还为老伊请求。怎么样了？他病得很重，剩下没多少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办法跟警察指认他，我做不到。他一定是为了想最后一搏，才会带盐酸来我们店里。这个人对我们的店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我这样对他，你会不会不高兴？他很可怜，想骗你，自己却被骗了。事情能够这样解决，已经很好了。啊，对了，我要去表演了。你打电话给爸，跟他说可以带妈过来了。嗯。你香港已經撈煙，我去做乜嘅啊？你做國子然啊？冇去做國子啦。接下来我们主持的工作就交给冰点的老板罗强，请大家掌声欢迎。谢谢。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芒果嘉年华。还有另外一个重点，今天也是我妈妈的生日会。你是温柔最棒的阿妹，生日快乐！老妈妈生日快乐！我妈妈生日快乐！你錄錄啊，等下輪唔同人講呢件事情。我都不滿意嘛。阿妹，安之先呢？然後講下來，總係倒胎，乾癌、媽癌、大癌、睾癌，真係安之先呢？今天，我們40歲的貓王三人組再一次登台。今年40歲，我要告訴大家，貓王三人組重出江湖。Was a purple gang, let's rock. Everybody, let's rock. Everybody in the old cell block was dancing to the jailhouse rock. Number 47 said to number 3, "You the cutest jailbird I ever did see. I sure would be delighted with your company."
伊也要生意的吼，汉生是一安餐哦。做福上的家下，伊本来很担心。家下也都会想啊，还以为讲一只牛票子。一下光明正大做人做事，阿妹也一生人吼，当真还有家出来啊！拥有美可以顺便。但等你去水練到天，頭電充電電起腳步從是航到終點。朋友，你別心灰，人生如同海岸線。昨天晚上徹夜失眠，讓我與你緊緊相隨。海水打動岸邊的上映，就像脈搏激盪的血液。不是在鬥功，握緊拳頭向前衝。我不敢小小衝，就算怕也要衝。為了夢想努力而奮鬥，直到命運只剩向我低頭。世界繼續轉動，有挫折我不懂。我不敢小小衝，就算怕也要衝。為了夢想努力而奮鬥，直到命運只剩向我低頭。世界繼續轉動，有挫折我不懂。從你們身上我學到幸福，從你們身上我學到快樂。我知道在外面的某一個角落，有人默默為我加油，關心着我。假使恩也就從來特雜做出頭嘅，希望恩也就會心態合起期待成有嘅快樂，恩也就幸福嘅童年，恩也就強行嘅路，就算恩一下嘅神發覺知有一片天空，有難同當，恩也會有福同享。謝謝你們陪着我一起走，謝謝你們為我做的所有，在未來的日子會有見面的時候，到時候別忘了